亲爱的兄姐平安，主日就要开始了，请我们预备心，一起来喜乐的来敬拜。那提醒大家可以把手机关机或调作震动及飞行模式，谢谢大家。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一同再回到圣殿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享受着今天的阳光，温暖的阳光。我们的神就像太阳一样存在在那边，真实的存在在那里。借着阳光传到我们地球，我们感受到那个温暖，就像圣灵，像圣父、圣子、圣灵一般三位一体的存在。借着太阳，让我们感受到这是神对我们最大的祝福。圣经上说，在6天之内，我们应当殷勤做工，第7日要守它做安息日，分别为圣。这个安息日不只是单纯的休息，不只是单纯的安息，因为诗人提醒我们，你们要休息，要记得我是神。神是我们一生的依归，是我们生命的依靠。所罗门王更在传道书里面跟我们说，世上的一切都是虚空，然而这一切的本意是要叫我们敬畏上帝。感谢主，当我们来到圣殿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我们跟我们的左右边说，我们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今天圣灵必大大的充满在我的心中。哈利路亚！这个时候邀请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打开我们的双手，敞开我们的心，我们开口来邀请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此时此刻你就与我同在，充满在我的心中。哈利路亚，阿们。让我们静默，用短短的时间，让我们回到主的面前。我们尽管坦然无惧的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因为在主的面前，我们无所隐瞒，我们也无所惧怕。慈爱父神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成为你属天的儿女，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乃是出于我们的信心。因为主，你早已将白白的救恩赏赐给我们。感谢主，这何等的福分，让我们可以白白的领受。哈利路亚。这个时候，让我们再一次用使徒信经再一次来告白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就与我们同在，我们必与他一起享有永远的生命。阿们吗？阿们。这个时候，我们要用一个喜乐的心，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拍手来敬拜。同在，哈利路亚！让我们用最大的掌声、跪献、荣耀、赞美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我们的神一直与我们同在，即使有大山、有大海，他都为我们挪去一切的拦阻。哈利路亚！我
们要继续用喜乐的心与舞蹈来敬拜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我们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永恒唯一的盼望。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阳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再一次来宣告，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我们一起来呼喊耶稣的名字。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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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哦哦哦，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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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哦哦，耶稣，耶稣，哦哦哦哦。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耶稣是我们唯一的盼望，阿妹吗？阿门。阿妹，他使你的哀哭变为跳舞，阿妹，阿妹，阿妹。所以在今天当中，我们相信耶稣也要再一次来点燃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回到最起初我们信主那样的火热、那样单纯的心，让圣灵的火浇灌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让我们用全心来敬拜他。即使旷野道路，
我要向你去行，更多寻求你的心意，就牵引我贴近你。无论高处低处，渴望能重新得力，倾倒你的火焰，让灰烬能再次燃起，成为焚烧的生命。再从头来唱一次。即使旷野道路，无力淹没我的心，我要向你去行，更多寻求你的心意，就牵引我贴近你。无论高处低处，渴望能重新得力，倾倒你的火焰，让灰烬能再次燃起，成为焚烧的生命。举手来敬拜神。求你点燃我们起初为你火热的心，祝你打开天门，焚烧炼净我们，向我们显明你心意，求你点燃。兴起我的生命，成为馨香的火祭，祝你彰显大能，一直释放我们，求你再次降临，点燃我的心。无论高处低处，是的，这首诗歌要让你重新得力。能重新得力，倾倒你的火焰，让灰烬能再次燃起，成为焚烧的生命。求你点燃我们起初为你火热的心，祝你打开天门，焚烧炼净我们，向我们显明你心意，求你点燃，兴起我的生命，成为馨香的火祭，祝你彰显大能，一直释放我们，求你再次降临，点燃我的心，神灵如风吹起，眺望星星，呼召引你烈火再次燃起，奔向祭坛全然献上自己，神灵火降临，神灵如风吹起，眺望星星，呼召引你烈火再次燃起，奔向祭坛全然献上自己，神灵火降临。还对啊，这时候我们要找到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两个一起来 RPG 祷告。我们要为了我们幸福其中来祷告，阿们吗？我们
们相信上帝托付给我们这样传福音的大能，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能力来传福音，让更多人来认识神。所以我们找到伙伴，我们一起来 RPG 祷告，为了幸福启动来祷告，为了幸福启动来祷告。哈利路亚！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全部人举手，大声来唱。求你点燃，求你点燃，为你火热的心，祝你打开天门，少年进我们，向我们心意求你点燃。释放我们，求你再次降临，点燃我的心，求你再次降临，点燃我的心。最后一次来唱，求你再次降临，点燃我的心。将我们掌声归给神，哈利路亚！是的，神的子民们，献上你们最热情的掌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充满信心，你告诉旁边人说：“我是火热的，我是火热的。”再告诉他：“我是传福音的勇士，我是传福音的勇士。”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请坐。
这时我们要来攻读圣经，圣经记载在新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2章1到8节，我们一起来念。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愿圣经的话语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与随时的帮助。这时候要邀请本堂的周亚拿传道，他要来证道，他的题目是生命为了福音点燃，生命为了福音点燃。传道请。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在今天早晨可以一起用歌声，一起用舞蹈来赞美神。再一次向你旁边人说，你的歌声是最美的敬拜。Amen。在我们一开始，我们先用我们永光教会的宣言来一起大声宣告。举起我们的右手，我们一起来说，请。永光教会是全属上帝，活出基督，披戴圣灵，充满荣耀与大能的教会。我们定义成全圣徒，活出命定，力行普世宣教的意向，使神的荣耀充满全地。Amen。Amen。在今年的烈火特会当中，我们永光教会的弟兄姐妹共有133人次参与在其中。如果你有参与在这一次烈火特会的，请你举手一下，好不好？让我们看一下。好，感谢主，让我们用掌声归荣耀给神。在这一次的烈火特会里面，我们看见了许多的生命被神触摸，信心再一次被点燃，也有很多的教会被重新来眺望。然而我深信，这不是只是一个短暂的感动，而是神正在这一个世代做一场属灵复兴的爆发行动。 Amen。 所以使我们在烈火中，我们能够领受圣灵的倾倒，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带回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神迹故事，让我们回到教会，并且我们所接触的每一个人，我们脚掌所踏之地，都要点燃这复兴的火。阿们吗？ Amen。 烈火特会当中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价值，就是为复兴而迫切祷告，让信心、热情与生命的火继续蔓延到下一代。烈火特会他们期盼在未来的10年内，要看见更多的生命被翻转，有更多的教会被复兴、被改变。因此，我就深深的相信，永光教会必成为带来复兴的关键。阿们吗？在这个世代，我们也要更多经历神奇妙的作为，来彰显神的荣耀。因为就像我们的宣告，今年的宣告，2026年我们要见证而乐。阿们吗？ Amen。 好不好？让我们举起我们的手，我们一起大声来宣告。来，预备起！2026我们要见证而乐。阿们，阿们。当烈火特会当中一直谈到复兴的火，然后这一件事情呢，就深深的让我再一次的去思考，这一把火到底要怎么样才能继续的燃烧下去？如果这把火只是这几天聚会当中的一个感动，那么很快的就会冷却过去。如果只是一次特会所营造的一个氛围，那这个感觉很快就会不见了。
然而，真正让复兴持续的，不是一场特会，而是被福音点燃的生命。Amen。就像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当中，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他也带来了这属灵复兴的火，使许多人信了主，教会也被建立，福音非常迅速地传开在整个帖撒罗尼迦当中。但当然，同时也有很多人，许许多多的人质疑保罗的动机。但是经文呢，清楚的来告诉我们，保罗他靠神放胆的传福音，他用一颗纯正的心来侍奉神，并且用他的生命来分享福音。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透过这一段经文来思考，我们要如何让我们自己的生命也可以成为这福音的火，把这一份的热情带给我们身边的人，带给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甚至是在这一个世界当中的每一个人。阿们。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2章，他一开始说到，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阿们吗？当保罗来到帖撒罗尼迦之前，他先在腓立比经历了这一段极大的逼迫，这一段遭遇记载在使徒行传的16章。那今天我简单的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一个记载的故事。保罗在第2次宣教的旅程当中，他来到了腓立比。那他开始在腓立比向人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有一次呢，他在城外，这也是我们周牧师他过去跟我们分享过的一段故事，就是他在城外的河边祷告的时候，他就遇见了一位卖紫色布的妇人，叫什么名字呢？吕迪亚。很好。那主敞开了他的心，使他能够相信这个福音，所以后来他跟他的全家都受了洗，然后并且接待保罗他们跟他的同工，使他的家也成为一个信徒能够聚会聚集的地方。那福音就因此在腓立比扎根。但是保罗他的侍奉呢，很快的就遇到了一个冲突。在城中有一位被邪灵附身的女子，她是替主人算命，然后透过算命帮主人赚钱的一个使女。后来因为保罗他奉耶稣基督的名赶出了他身上的邪灵，结果这个使女她的主人因为失去了他金钱的来源，然后他就感到非常非常的愤怒，所以他就抓住了保罗跟他的同工希拉，然后并且把他们带到官长的面前控告他们。而且一旁的群众啊，全部都一起在攻击他们。然而官长呢，他不经审问哦，就直接命令人剥去他们的衣服，然后用棍子重重的鞭打他们，然后把他们关到监牢里面去，让他们受尽了羞辱，受尽了痛苦。但是我们都知道，保罗跟希拉他们没有因为这样所以来埋怨，他们反而在监牢里面，他们开始祷告，开始唱诗歌赞美神。所以忽然间呢，大地就震动，这是神的作为，大地就震动了，然后这个监狱的门跟他们手上的锁链全部都被松开。所以这个看守的士兵呢，他就以为哇，囚犯已经逃走了，所以他就准备要自杀，因为他没有办法面对这件事情。但是保罗就立马的阻止了这个士兵。然而这一件事情，这个神机骑士反而让这个士兵还有他的全家都信了主，受了洗。所以保罗在腓立比经历了这极大的羞辱跟逼迫，但是同时上帝也在这个其中行了奇妙的作为。 Amen。 而且正因为这样，所以保罗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他再一次回忆起神这样伟大的作为。即使他遭遇逼迫，他仍然靠着神放开胆量，继续传福音，显明了福音的能力是远超过逼迫与患难的。 Amen 吗？ Amen。 有一位宣教士，他是英国的宣教士，他叫戴德生。在1865年的时候，他成立了一个叫做中国内地会，也就是今日的海外基督使团。那起初呢，他就带着他一家人跟16位的宣教士一起前往了中国。
他极度渴望能够将福音传遍整个中国。所以一直到隔年的1866年年底，内地会就已经差派了24位的宣教士，在中国4个不一样的地区来开始宣教的工作，然后也在那些地区建立了教会。直到22年之后，在1888年的时候，内地会他们已经差派了总共294位的宣教士到了14个不一样的省份。直到隔年，然后因为发生了义和团运动的事件，有数百名的宣教士，也有数千名的中国基督徒被处死。当然，其中就包含了58名内地会的宣教士。更可怕的是，还有21位的孩童也在这一场运动中被处死。经历这样的破坏，其实内地会他们并没有停止他们的工作，他们却是继续的增长，不断的增长，一直到有了933名宣教士。一直到1939年的时候，总共有20万个中国人跟少数民族都受了洗。在1950的时候，内地会他们遭到政治的逼迫，所以他们就一定要撤离中国。但是内地会他们也没有觉得说撤离了中国，然后他们就不用继续宣教，而是他们持续的宣教，然后甚至转移到其他的东亚的国家，并且以新加坡为总部，然后在邻近的国家展开了他们宣教的侍奉。所以呢，内地会他们就也因为这样改名叫做海外基督使团。你们知道到今天，他们已经有超过1400位的宣教士，来自40多个不一样的国家，在东亚约有100个族群当中来服侍，并在欧洲、非洲、美洲、纽澳还有亚洲的地区来服侍这一群的百姓。虽然这位宣教士戴德生，他并没有能够有机会亲眼看到今天的基督教使团他们的工作跟发展，因为他早在1903年的时候就过世。但是在那个当初，他决定深入到中国内陆来传福音，即使他自己也面对了文化的排斥、居民的攻击、政治的迫害等等的苦难当中，但是他始终并没有退缩，而是他坚信神的工作用神的方式去做，就永远不会缺乏神的供应。阿们吗？所以他确信神的工作用神的方式去做，就永远不会缺乏神的供应。而他这样的信念并不是一场空谈而已，而是他靠神放胆，并且运用创新上帝赐给他的智慧，用创新的服事方式，让福音能够传遍整个中国。而且更多的后代宣教士，他们能够传承这样的信念，并且实践福音传遍到地极。Amen 吗？一个真正被神呼召成为传福音的勇士，其实就是每一位基督徒，我们都是这样被神呼召。所以即使我们遇到环境的艰难，又或者是家人的心很刚硬，无法接受，还没有接受这一份信仰，又或者是你跟我一样，在过去当中遇到了一个非常排斥基督徒的老师，又或是你跟我们的永光的一个姐妹一样，她之前在街头布道的时候有分享，她在布道的时候，她竟然被路人所谩骂。也许我们遇到了这一些的困难，但是我们只需要带着勇气，踏出这个信心的步伐，依靠神的力量来传福音。即使我们必须要面对到挑战跟困难，但是我们仍然靠神放胆的传福音，因为神必定会供应我们的需要，使福音的火能够燃烧在每一个角落。阿们吗？其实在经文以赛亚书41章13节就这样告诉我们，耶和华我们的神必搀扶我们的右手，他必帮助我们，因此我们不要害怕，我们靠神放胆来传福音。 Amen。 所以我们一起大声来宣告这一句话，来，不要怕，靠神放胆传福音。再一次，不要怕，靠神放胆传福音。阿们，阿们。转向你旁边的人，跟他说，不要怕，我们靠神放胆传福音。
最近有一个大家都在说我们某一个年纪当中，这个年纪就叫做 Z 世代，也就是我们称为的 Generation Z， 就是 Gen Z。那一般呢是指1996年到2012年出生的人。那现在他们的年龄就大概在14岁到30岁之间，所以包括我们的青少年、高中生、国中生、大学生，还有刚进入社会职场的年轻人。当然，1996年，所以也包括我本人。好开心哦，我是 Z 世代的人。那在这一代的青年呢，他们成长于一个网络跟智慧型手机、社群媒体快速发展的一个年代。那因此，这一群 Z 世代的人，他们对于新媒体的接触跟使用就非常非常的频繁。而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Reels，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Reels， 也就是在 IG 里面所使用的一个短影音，就大家可能会拍影片，然后那个影片大概1分钟到1分半钟的一个短影片，然后这个 Reels 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根据研究统计啊，人平均每天会观看大量的短影音内容，光 Z 世代哦。他们在3个小时之内，可能就会观看了大概450支的短影片，而一些的重度使用者，他们一天甚至可能滑过超过了500支以上的影片。其实听起来非常的可怕，表示3个小时之内，他一直在滑这个短影音。那即使我们有很多人可能没有刻意的在计算这个数字，但是一般人往往在不知不觉当中，他们可能也已经滑了大概50支到100支的短影音。其实这样的现象反映了一个更大的事实，就是在今天的世界里面，每天都有数十亿条的讯息在整个世界当中流动。许多人每天都在使用 Instagram、Threads、Line 或是 Facebook， 所以一个人一天可能就会接收到上千条的资讯、几百则的贴文，然后以及无数就数不了的一个短影片。但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一起来思考：到底有多少的讯息跟影片真的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呢？然而，在社群媒体当中，它更呈现了逐渐形成了一个表现的文化。很多内容其实它的目的就在于追求按赞数，然后影片的流量有多少人看了我的影片，然后它的追踪人数一天到底成长了几个人追踪我。久而久之呢，人就很容易习惯问自己一个问题：别人怎么看我？我的贴文有多少人按赞？我的影片有多少人来看？别人是否肯定我？是否喜欢我？是否认同我？而当整个世界都在关注一个人的评价的时候，人就很容易把别人的眼光当成衡量我们自己的一个价值的标准。但是使徒保罗他很清楚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3到6节提醒我们，他提醒我们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焦点。他提到他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或诡诈，也不是要讨人的喜欢，相反的，他是因为被神验中了，上帝把这个福音托付给他，所以他说话不是要讨人喜欢，而是要讨那察验人心的神喜悦。所以保罗非常清楚的知道，他所承担的是上帝所托付给他的福音，所以因此他最在乎的并不是人的掌声，而是上帝是否喜悦他。所以这就再次的提醒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包含他个人的生活，包含他服事的动机，不应该建立在人气或者是人的掌声之上，而是要建立在上帝的眼光当中。阿们吗？就像在哥罗西书3章22到23节也这样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阿们吗？世界常常会问我们，多少人喜欢你？但是在上帝的福音里面，却是询问我们，
神是否喜悦你。而当一个人真正能够明白自己是被上帝托付，是被上帝查验，更是被神所看重的时候，他就不再需要去依靠外在的掌声来确认自己的价值。而当我们把生命的焦点完全从人的眼光转向到上帝的眼光的时候，我们的侍奉跟我们的生命就会回到那个真正的中心，也就是以神为中心。阿们。使徒保罗他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心志，就是不在乎人的喜欢，只在乎讨神喜悦的心志，使他能够继续的勇敢来传福音。因为如果一个人他传福音只是为了别人来肯定他，又或者是为了牧师来赞美他，他如果一旦遭遇了拒绝，被人批评，被人逼迫，很容易就灰心，他就放弃了。但是如果这一个人他传福音的目标是为了讨神喜悦，那即使他面对到逼迫，面对到困难，他仍然愿意继续为主传福音，因为他心里面很清楚的明白，他自己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人的称赞，不是为了那个领人归主的业绩有多少多好看，而是他真实的来回应神的呼召，并且实践大使命的行动。阿们吗？阿们。因此讨神喜悦的心，讨神喜悦的心其实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就是再一次重新眺望我们对传福音的热情。阿们。当我们确信我们自己是被上帝拣选成为这传福音的勇士，就不再是被动的等待这个传福音的机会，而是我们是带着这样的使命感去分享我们生命的见证给周遭的人。保罗正是如此，他不只是传递一个单纯的信息，而是他带着对神的一个敬畏跟这样的热情，让福音成为改变人生命的力量。阿们。这同时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当我们的焦点从讨人喜欢到转向讨神喜悦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再一次的被福音来点燃，而且那并不是一个短暂的情绪，又或者是一个一时的感动，而是一种持续燃烧的使命感，使我们愿意用生命去分享福音，让更多人因着基督耶稣的爱而被改变。阿们吗？所以让我们一起大声来宣告这一句话，来预备一起。真正改变生命的不是短暂的流量，而是从神而来的真理与福音。阿们，阿们。在1950年代一开始，就有一位年轻的美国宣教士，他叫做 Jim Elliot。他得知在南美洲的厄瓜多尔的一个地区，在亚马逊丛林的深处里面，有一个与世隔绝的部落，他们叫做奥卡族。那这个族群的人呢，他们人口不到1000人，他们长期生活在丛林里面，然后极度的排外，所以凡是呢接近他们的外人啊，所有这些接近他们的外人都会被他们的族人杀害，非常可怕的一个民族。所以当时就有许多的人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能接触的民族。但是这一个宣教士 Jim， 他心中却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负担。他认为如果没有人去到这个民族，那他们要如何去听见这个福音呢？他就用这样的信念，所以他就带着他4位年轻的宣教士同工，他们决定一起要前往这个奥卡族，然后渴慕把福音传给这一些的未得之民。在1955年的9月开始，他们很聪明，他们用一个非常聪明的方式，他们先用飞机空投的方式，然后赠送礼物给这一群的族人，然后他们就是希望透过这样的善意来先建立关系。所以经过3个月的接触跟观察，他们就开始发现，奥卡族的人应该就是已经开始对他们产生的敌意已经开始减少了。
所以呢，他们就决定在1956年的1月2号的时候，他们就在奥卡族村落的附近的一个河边扎营，然后他们就在那边等待这个时间，可以有机会能够跟奥卡族的人正式来见面。一直到1956年的1月8日那一天，就是经过了6天之后，他们其中一位飞行员宣教士，就是他们其中一个宣教士是负责开飞机的，他叫做 Nate， 就我们也可以从照片当中看到。Nate 他就在空中盘旋的过程当中，然后他就看到有几个奥卡族的人正朝着他们的河边走过来，所以他就非常兴奋的拿起他的无线电，然后跟他的妻子说：“哇，看来这些奥卡族的人要来参加我们礼拜天下午的聚会了，所以拜托你们为我们祷告。然后下午4点半之后，我再跟你来联络。”所以他就这样跟他的妻子讲。然而到了这个约定的时间，无线电却再也没有任何的回应。几天过后呢，就是这个当地的搜寻队呢，就在这个河边找到了这5位宣教士的尸体。他们这5位宣教士全部都被奥卡族的人杀害了。而令人震惊的一件事情是，他们其实身上都佩戴的手枪，所以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完全可以开枪杀害那一些的奥卡族的人，来保护他们自己。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们心里面很清楚知道，奥卡族的人还没有认识上帝，所以他们宁愿让自己面对死亡，他们也不愿意去夺走对方还没有得救的生命。而这件事情很快的就震动了整个世界，甚至还登上了美国生活杂志的头条封面。也有许多人质疑，这一些年轻的宣教士到底是不是浪费了他们的生命了？但是这一个故事在那一天并没有因此结束。这5位宣教士他们的妻子跟家人也并没有因为恐惧然后就退缩。几年之后呢，这个飞行员 Nate 跟宣教士 Jim 他们的亲人竟然都走进了这个奥卡族的村落。他们选择跟这些杀害自己亲人的人一起过生活，就为了继续传福音给他们。当然，时间也慢慢的改变了奥卡族人的心，他们开始逐渐的明白，这些外来的人，这些的宣教士不是敌人，而是他们是带着福音，带着耶稣的爱来到这个村落。而9年之后呢，在这个奥卡族里面，已经有超过100个民族的人信主了，其中包括当年参与在杀害宣教士的人。有一些人，他们甚至成为了传道人，把福音传给自己的族人。而且这个 Jim 他的妻子，还有他的这个飞行员 Nate 的姐姐，他们甚至还为这个奥卡族的人把这个马可福音翻成他们的族语，然后让他们可以读圣经。你们知道有一件事情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个飞行员 Nate 他的儿子，在他这个父亲 Nate 殉道的时候，他只有5岁。长大之后，他不但没有仇恨，他反而是回到这个曾夺去他父亲生命的部落，在那边他也成为了飞行员宣教士，帮助当地的人民去建立医疗医院，去建立学校，去建立教会。当人问他说为什么能够去爱这个杀父的仇人，他是这样回答他们，他说这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我们自己也曾经迷失，只是有人把福音带给了我们。所以多年之后，这个当年就是参与杀害宣教士奥卡族的奥卡族人，他竟然亲自为这个儿子 Steve， 就是 Nate 的儿子，还有他的姐弟，在他父亲 Nate 被杀害的那一条河流当中，一个奥卡族的人为这个年轻人受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仇恨已经被饶恕来取代，死亡之地也成为一个生命更新、关系全然恢复的地方。这段故事后来被这个飞行员宣教士
Steve 写成了一本书，甚至拍成了一部电影。所以从人的眼光来看，在1956年1月8日那一天，似乎是一场失败跟一场悲剧，但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那一天却成为了一颗福音的种子落在地里的关键日。宣教士的牺牲并没有白费，他们反而点燃了全球更多的人愿意投入在宣教的事工，也让一个从未听过福音的民族奥卡族，最终他们认识了耶稣。所以宣教士 Jim 他就曾经这样说，他说，为拯救不能失丧的灵魂，毫不保留的献上，这种人绝不愚昧。阿们吗？这些宣教士的家人，他们放下了仇恨，他们选择用爱来改变这一个民族，使上帝的福音能够传遍整个民族。所以宣教士 Jim 他的生命正是呼应了使徒保罗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7节到8节所描述的服事态度。保罗说，他们在信徒中间是温柔的，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不但愿意把上帝的福音给他们，连自己的生命也愿意给他们，只因为他们爱他们。所以福音从来不只是一个传递的信息而已，而是用生命去爱人，去陪伴人，去影响人。因此真正的福音事工从来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宣讲而已，而是用生命去影响生命。阿们。当一个人愿意像保罗一样，他们用生命去爱人，像宣教士 Jim 一样，愿意把自己全然的交给神，那福音就不再只是一个言语话语而已，而是会成为改变人生命的力量。阿们。所以我们一起来说这句话，来，福音从不是讯息，而是真实生命活出来的见证。阿们。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使徒保罗之所以能够带来福音的影响力，其实不只是他传讲的信息，更是因为他的生命被福音深深的来点燃。他靠神来放开胆量传福音，即使面对困难，他仍然勇敢的来宣教。他不追求人的掌声，他不追求人气，而是单单的渴望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生命。他更不是只是用言语来传福音，只是用言语一直说而已，而是他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全然的分享给别人，用他的生命来影响别人的生命。其实这也是今天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传福音这件事情从来不是少数人的使命，而是每一位基督徒的生命。阿们。所以当我们愿意靠神勇敢踏出这一步，把焦点从讨人喜欢转向讨神喜悦的时候，并且我们用真诚的关心与陪伴去爱人，去爱我们身边的伙伴，去爱我们的 best， 那福音就会透过我们的生命去流露出来，用生命影响生命。从下礼拜开始，我们教会即将进入到幸福小组的阶段，这不正是一个让我们的福音可以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流露出去的大好机会吗？也许我们会觉得我们的口才可能不够好，不够有经验，甚至光讲话就很紧张，甚至你觉得你太年轻，或者是你比较年长。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福音从来不是靠人的能力，阿们，而是靠上帝的工作。所以神要使用的人，往往就是那一位愿意踏出那一步的人，阿们吗？所以愿神能够再一次来挑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靠神放胆来传福音，活出上帝喜悦的生命，并且用真实的爱、生命的见证去影响身边的人。而当我们愿意这样来回应上帝的呼召，上帝就会透过我们，使更多的人他们的生命经历被福音触摸，被上帝改变。所以我想邀请我们每一位兄姐，让我们能够一起来预备我们自己，
参与在上帝的工作里面，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点燃。阿们。所以我们一起来大声宣告，来，我们要看见更多生命为福音点燃。再一次，我们要看见更多生命为福音点燃。阿们，阿们。那在今天的最后，我们要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来，请。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第4节，再一次来。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4节。我邀请各位兄姐，我们一同站立。我们要透过这一首诗歌，再一次回应上帝对我们的呼召，就是传讲他的福音，让上帝来帮助我们，他再一次的点燃我们，让我们在接下来的幸福小组当中，我们传福音不害怕，因为上帝必帮助我们。阿们，阿们。我们一起用这一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呼召。即使旷野的路，无力淹没我的心，我要向你屈膝，更多寻求你的心意，求牵引我贴近你，无论高处点燃我们的信心，无论高处低处，渴望能重新的灵，倾倒你的火焰，让灰烬能再次燃起，成为焚烧的生命。点燃我们对传福音的信心，他要点燃我们的信心，是让我们在面对任何的处境当中，我们都充满信心，让我们知道神的神迹奇事一定会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阿们吗？
当列国特会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要有属于自己的神迹故事，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Amen。所以我想要鼓励，我们想要邀请每一个弟兄姐妹，如果你的身体有任何的病痛，你可以按手在你自己的身上。好不好？这是一个医治释放的时刻，我深信圣灵要运行在我们当中，他要叫我们看见许多人的疾病要被上帝医治。Amen 吗？好不好？如果你自己的心里面或者你的身体有任何的病痛，你可以按手在自己的身上，让我们为着我们自己来祷告，因为信心是来自上帝，神迹奇事也是来自于神。Amen。我们数到3，我们就为着我们自己来祷告。1、2、3。去服侍人，神啊，你也必服侍我们。让我们在任何一刻，我们都能够经历到上帝100倍的恩典。只要求你与我们同在，点燃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跟随主的道路，我们勇敢去传福音。主，谢谢你，哈利路亚！我们一起大声来唱，一起来宣告：圣灵如风吹起，眺望星星，呼召引你烈火再次燃起，奔向饥寒，全然献上自己，圣灵火。我们高举双手，一起大声来唱：圣灵如风，圣灵如风吹起，眺望星星，呼召引你烈火再次燃起，奔向饥寒，全然献上自己，圣灵火降临，求你点燃，点燃我们起初为你火热的心，祝你打开天门，焚烧炼净我们，向我们显明你心意，求你点燃，举起我的生命，成为馨香的火祭，祝你彰显大能，一直释放我们，求你再次降临这里，求你点燃，求你点燃我们起初为你火热的心，祝你打开天门，焚烧炼净我们，向我们显明你心意，求你点燃，你吸进我的生命，成为馨香的火祭，祝你彰显大能，一直释放我们，求你再次降临，点燃我的心，求你再次降临，点燃我的心，我们大声以信心来宣告：哈利路亚！点燃我的心。我们用掌声再一次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相信在2026年，每一个人的家庭都要见证而赞美，Amen 吗？Amen！感谢主，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请坐。这时我们要奉献
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爱以及信心的行动，让我们以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今日到主施恩座前，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生命触摸，重新的力，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乎你，恩上加恩，礼上加礼，分别为圣归于你。姐，请起立。施恩座前，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生命触摸，重新的力，报答主恩，真心所愿，甘心的旅行，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乎你，恩上加恩，礼上加礼，分别为圣归于你，恩上加恩，礼上加礼，分别为圣归于你。兄姐，请坐。消息报告由亚伦传道来分享。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你充满热情喜乐，你告诉旁边人说：“今天看到你真是太棒了。”再告诉他，跟你一起领受神的恩典。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今天的本周的导读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起。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2节，再一次来，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2节，我们用宣读的方式来好了，所以就是归于我们哈，我们一起，我们就说我宣告，然后我们就一开始，好，我们把手举起来，预备起，我宣告，恩惠平安都要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我，归于我，阿们，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关心本周的消息。好，在上礼拜的时候，生命更新营结业总共有47个人，然后在昨天的时候，门徒营也结业有8个人。感谢上帝，让我们有一直培育出新的同工出来。这些学员们他们在课程当中真的有非常多的领受，真是感谢主，阿们。那今天潘牧师不在，因为他人在中山教会有早上2堂的讲道，然后下午还有 RPG 的研习会。那我们的也有教练团，大概10几位同工会过去那边一起协助，还有见证，请大家为牧师为了同工们一起来祷告。好，下一个主日呢是我们幸福启动，好，所以请我们的44组的辅长都一起上台接受祝福差遣。然后我们是不是辅长们也有收到通知后，今天在礼拜过后？有，好，我看有人点，好，我们在礼拜过后有一个简短的我们会简短的说明。好，大概10分钟、15分钟就会结束 ，OK。那下主日的话，幸福启动，所以同工也开始备课。好，
那4月3号呢，是我们双和区的联合圣餐礼拜。那当周的小组都改参加礼拜5晚上8点的这个联合圣餐礼拜。我们场地就在我们永光教会，然后双和区意思就是我们有5间教会会一起来参与，所以我们一起来领受，一起来参与这样礼拜，一起来纪念。4月5号是复活节，那当天只有10点一场礼拜，也有洗礼，所以欢迎 Best 我们的新朋友，我们鼓励他们一起来报名来受洗，然后来成为我们的永光家人。那报名的人就是在4月4号晚上的时候有这个基要真理班的课程。所以我们如果你的小组现在有新朋友还没有受洗的，我们就鼓励他可以在复活节当天一起来受洗，真是保证他会永生难忘。感谢主。好，接下来成长班是在本周5开课，所以3月20号的话就晚上8点是在4楼的副堂，所以请学员们就是提前报到，然后就注意课程的这些的要求。我们相信透过这样10周的课程，能让我们每个学员真的是身心灵都更新，而且有所成长，扎根在永光教会里面。阿们。好，那接下来的礼拜6呢，我们精兵营也开跑了，所以请学员们在这个以上公布的时间，还有同工们也注意到我们会前祷告的时间。好，接下来是我们的新的小组的介绍。好，我念到一个人，大家就给他们掌声。好，名家小组在周2晚上8点。好，接下来正廷小组，周3晚上8点。好，是信如小组，周4晚上8点。诗词小组，周4晚上8点。好，嘉佑小组，周5晚上8点。慧华小组在周5晚上7点半。好，平安小组礼拜6晚上7点。感谢主，让我们有分子这些新的小组，我们也要祝福这些小组，我要祝福所有的小组，我们求上帝祝福所有的小组，在很快的时候我们就要再分子了，阿们吗？阿们。很快就我们所有的教室都已经满了，那我们就要有新的地方才能装得下所有的小组，阿们。好，接下来信仰培育奖励金的这个名单，请这些学生们自己来好好的注意一下。那我们的名单请看周报，然后今天一定要提出复查，逾期就不受办理，拍谁撒尤那拉。好，所以请学生们自己注意到这个时间。OK， 下一点。好，我们中央空调现在修缮奉献到现在是将近300万，我们继续为了我们的空调的修缮，还有装潢等等都一起来奉献，也一起来祷告。好，求上帝真的是赐给我们的长老还有同工们智慧，也赐给这些厂商们智慧。他们在协调这部分呢，都需要有移山倒海的信心，对，也需要有聪明跟才智。感谢主。哇吼！接下来4月26号呢，下午2点是我们陈家佑弟兄和一会姐妹的订婚之喜，在本会举行。感谢主。好，大家给他掌声。他将来的另一半现在，下礼拜就会出现了哈。感谢主，我们可以一起来参加，一起来祝福这对准新人。好，教界的消息，本周2呢，台北中会牧传还有师母会议会在我们4楼副堂召开。好，明天的社区幸福乐龄营，欢迎60岁以上的新朋友一起来参加。那乐龄营的弟兄姐明天记得带乐器出席。我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但是我们相信一定有很棒的活动。好，那今天呢，下午等一下礼拜过后，就是我们亲子礼拜部的训练，请同工都一起来集合训练。这个是哇哦撼动星球，是在今年8月20到22号。所以如果你家里有国中到大专这个年龄层的学生们，非常鼓励他们来参加。我们有许多的教会也一起来参加。我们透过这个活动呢，真的让青少年越尊荣父母亲，越喜欢来教会，而且生命得到转变。阿们，阿们。好，杨青的活动，他们要到木栅动物园来寻宝。那第一场周牧师在报告的时候，他就说：“咱被锤生命，可能被锤高山呐。”好，那如果你是央青的话，也欢迎你来报名。健康代祷部分，我们为了杨景莹还有赖竹子一起来祷告，求神恢复他们身心灵的健康。
让他们的家人在照顾的过程当中也得到喜乐，还有得到安慰，也得到由神而来的满足。好，在下星期二的晚上，我们会在杜玉梅的家庭举行新居礼拜，那牧师会带着传道跟同工去参加。那在礼拜3的晚上有一个平安礼拜，是在陈黄闪姐妹家中来举行，然后牧师传道也会带同工一起来参加。那陈黄闪姐妹她的告别礼拜就办在3月19号礼拜4上午的10点，所以请可以参加的人，我们就可以提前到9点半就一起到，一起来练习这个卫诗，一起来安慰这个家庭。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告别式，也让他们家人们、遗族们能真的认识神。阿们。好，这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丽丽姐的母亲是张菊妹长老蒙主恩召，那我们就继续为遗族来祷告。好，我们来欢迎我们的新朋友。谢谢。好，这是熊用娟姐妹，有在现场吗？我们请起立。好，欢迎你。目前是在雨欣小组聚会，很欢迎你，我们一次欢迎，永远欢迎。我相信上帝要让你脸上充满了喜乐，身体得着健康。阿们，阿们，阿们。感谢主，请坐，谢谢。好，那我们用娟姐，我们这时候就可以拿着你的包包，然后我们就跟着我们的迎宾团队。好，期待我们从座位上起立，我们用这首诗歌一起来彼此祝福。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耶稣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耶稣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好，向左向右转。耶稣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好，我们请周牧师来祝祷。但愿上帝无比的大能大力引导你们走在神喜悦的道上，更愿圣灵引导，更加添你们力量，在生活上满有见证，活出基督的样式来，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姐妹平安，平安。神的恩典与我们同在，请坐。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哈利路亚。我们休息。